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到 What's and Sour 神酒之旅酒王系列嘅第2集。呢個全新嘅系列，我哋會介紹唔同產區入邊嘅酒王，帶你認識產區中擁有卓越品質、備受推崇嘅頂級酒莊或者酒款。繼上一集咧介紹完澳洲酒王 Penfolds 之後咧，今集咧我哋就去到意大利中部 Tuscany 入邊嘅 Bolgheri， 帶大家深入了解意大利酒王 Tenuta Sagredo 嘅 Sassicaia， 究竟佢點樣由最初只係俾家人同朋友享用嘅餐酒，搖身一變咧成為意大利第一個擁有獨立 DOC 酒款嘅酒莊呢？想認識更多就記得要繼續睇落去。開始之前咧要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學更多有關於酒嘅知識啦。Sassicaia 咧由 Tenuta Sagredo 酒莊出品，喺1944年由 Mario Incisa della Rocchetta 侯爵開創。酒莊咧位於意大利中部近海嘅位置 Bolgheri。呢個莊園咧一開始咧係 Mario 妻子 Clarice 嘅嫁妝，佢哋咧只會喺度假嘅時候咧去到呢個地方休養生息。但好快咧佢哋就留意到呢塊土地有住地中海地區入面最獨特嘅土壤類型，同波爾多 Graves Region 咧有住相同嘅土壤結構，主要咧由礫石構成，並含有少量嘅黏土，非常有利釀造優質嘅紅酒，特別係法國嘅葡萄品種。而且咧呢度咧充足嘅陽光啦，同埋和暖嘅天氣，相比起種植當時意大利盛行嘅 local variety 啦 Sangiovese 啦 Bolgheri 咧更係適合種植咧有住持屬特性嘅 Cabernet Sauvignon、Cabernet Franc， 加上咧 Mario 咧本來就係波爾多酒嘅擁躉，最終咧佢決定喺 Bolgheri 咧種植法國波爾多嘅葡萄品種，並將葡萄酒取名於 Sasso， 即石頭，而咧葡萄酒咧就命名為 Sassicaia， 意指多石之地，成為咧當地嘅先鋒，亦係當年咧首個做出聲譽嘅酒莊。要深入了解呢個意大利嘅傳奇酒莊咧，就必須要先講下掌握意大利葡萄酒發展權力嘅家族 Antinori 家族咧，係意大利擁有600多年歷史嘅葡萄酒釀造世家。自1385年開始，呢個家族咧已經經營釀酒業務。至今咧傳至第26代，而喺當年1940年代嘅時候啦，酒莊除咗實體店外咧，並無其他銷售渠道，而葡萄酒咧大多都係經呢啲嘅貴族啦，喺城市經營嘅商店內直接售賣，所以咧得到貴族嘅支持咧，酒莊就能夠拓展影響力，吸引更廣泛嘅關注。翻去 Mario 呢邊，佢由1944年開始製作酒款。一開初咧，佢哋嘅葡萄酒咧只係釀造俾自己啦同埋親朋戚友飲用。但當Antinori 家族嘅其中一員Piero Antinori 啦同埋 Mario 嘅仔 Niccolo 試完 Sassicaia 後咧，都感到非常驚嘆，認為咁好飲嘅葡萄酒應該分享俾全世界。於是就鼓勵 Mario 將呢款酒商業化。經過Antinori 家族嘅推動下啦，酒莊喺1971年首次發售1968年嘅 Sassicaia。不過當時因為 Cabernet Sauvignon 等法國葡萄都唔符合當地 DOC 嘅法例，咁所以只可以用最低等級嘅普通餐酒 VDT 嚟出售。但 Piero 對呢款普通餐酒絕不馬虎，佢安排咗當時喺 Antinori 家族工作嘅傳奇釀酒師 Giacomo 幫忙將呢一款充滿可能性嘅餐酒打造成能夠匹比甚至超越波爾多嘅酒款。最終Sassicaia一推出市場已經大獲好評。Sassicaia亦喺盲品之中擊敗多個波爾多嘅一級莊園，成為 Decanter 1978年中嘅冠軍酒款。酒評家更分別喺唔同年份將呢款酒評為滿分。例如 Robert Parker 就將1985年嘅 Sassicaia 評為滿分酒款，而呢個亦係第一款意大利酒獲得 Robert Parker 評為滿分嘅酒款，直接令到意大利葡萄酒嘅地位喺國際提升不少。當時一眾酒評家就將呢一類質素非凡但只能夠以法定最低等級出售嘅普通餐酒命名為 Super Tuscan， 去突顯當時法定等級與質素價格不對等嘅現實。喺 Sassicaia 嘅成功後Antinori 家族亦喺當地成立自己嘅品牌 Solaia， 成為另一個經典。及後亦有唔同嘅酒莊進駐地區種植國際葡萄品種，並將當地打造成現今無人不識嘅 Super Tuscan 酒款天堂。事隔20多年Sassicaia 更加喺1994年獲得政府官方認可成立獨立子產區 DOC。
係全意大利咧唯一一個單一酒莊擁有呢個榮譽，可以見到咧 Sassicaia 咧對當地以及整個意大利葡萄酒業界嘅一個影響力。所以現時咧 Sassicaia 咧已經唔再係普通餐酒，而係一個咧擁有屬於自己嘅獨立 DOC 產區嘅傳奇酒莊，亦係意大利嘅公認酒王。Sassicaia 咧喺唔同年份嘅 Cabernet Sauvignon 啦，同埋 Cabernet Franc 嘅混釀比例咧都唔同，但係咧都係以前者為主。而咧2019年份咧被 Robert Parker Wine Advocate 咧評為咧過去10年入邊啦見過最靚最平衡嘅年份之一，有住濃郁嘅黑櫻桃香氣，非常之有深度，同埋咧豐富清爽嘅果香，尾段咧亦會有淡淡嘅迷迭香啦，同埋咧花香，令人一試難忘嘅。多謝大家睇到嚟呢度，如果有興趣購買以上提到嘅酒款咧，可以撳翻 info box 嘅 link。中意條片嘅大家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Watsons Wine 嘅 YouTube channel。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